走进一个山洞里，他看见了什么？有个通把，弟弟了什么？比较不出去的，走进了什么？啊，哪里人做啊？是吧？走进一个了什么进山洞里了什么？啊，他我妈你找不了这个不得了，看见了。走进大洞，走进了人做你做吧。走进大洞里，山洞里头了。他在外面等了很久，光会说的。好嘞，他在外面说了，等了什么？对吧？很久了什么？啊，就过去，还看不到弟弟出来，还往那等不着了，看不到了什么？马桶吧啊，突然间吧。弟弟出来了是呢，我妈的说嘛的嘛，他们都通过来了，就走进山洞里。那个找不着两只猪的，我的来找不是路，可是弟弟不出来，然后他进去了，碰到路条子弟弟。他小心的走着了呢。小心的呢，走着了呢，走着看着车子，但着的着心吧，30块钱过了。忽然了呢，好嘛了啊！忽然，他的眼前一亮，这个命的对的，一亮了是吧？啊，他一亮就是下过了过来，要一亮就是月呀月，看嘞。वेसिगुल लौरा इलिया सोकी युइना वेसिगुल शावरे जोलाई चुरा इलेलस वेदे कररेशालसना 阳光从上面照下来阳光了呢月来了从上面了呢赶紧从上面赶紧照下来了呢赶紧嘛为家的为破的下照了那个照片把家边过来照为称吧家吧他看到弟弟坐在石头上读书看到了图图吧啦，弟弟坐在这吧，石头上了那坐下了，读书了那跌落的下了。姐姐站在一旁听着，阿佳站在了那廊角了，一旁了那。一旁了是那塞起了呀，塞起了，停止了是那，捏的下了是吧？啊，这不住了呀，塞起的嘞，那捏的下了是，还是不捏的嘞？他觉得弟弟的读书声太好听了，大家还是捏的了是那，他觉得了是那，不会上班了，弟弟的了是那，我们给读书声了是那。别老呀，给的，咋的？太好听了，非你不听的了，我念的的了。山洞里越来越暗了，暗的了是呢？暗的是呢？暗的是黑，黑暗了个啊，黑就是，它越来越暗了是呢？脑子差不多了。越来越好了是呢，越来越帅了是呢，越来越会说话了是呢，给这些的，给这些的来一个嘛，就不清楚的是啊，他越来越会说话，给这些的下，会说甜言蜜语，给这你不细心的来着，这不是这样子的。